亲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甲心肝底依偎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猜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亏欠，因为我知影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感慨，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，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你也莫小想看卖，我安尼做，除了是为着你，嘛是咧保护我家己呢。我无想要将其尾甲你共款。你是安怎爱遐尼凶？哼，妈，我无参像你遐尔妇人之仁，动情着人就是对家己残忍啦。还佫有，你免怪，你拢是爸教我。伊会有今仔日吼，讲较歹听的，拢是伊家己做得来。志杰，想袂到你会变成安尼，想袂到代志会变成到这款地步。我嘛无希望安尼，我嘛希望会当代替课前做恁两乖囝，好好优化恁一世人啊。也毋过恁敢有真心真意来对待我？讲较歹听的，你只是将我代替课前尔，啊，搁恁互相斗争的利用工具尔啦。我惊你会变啊遮尔啊冷血无情，还阁多谢恁对我一手栽培。那安尼讲起来，明显甲如月讲的无毋对，你话真是变安尼落的，伊毋是你30岁的少年人，你敢堪要这种拖磨？李伟，阿芬，你莫去哭啊啦！你安尼哭，我是要安怎做好啦？我恨你，我以前我足恨你的，也毋过我即摆看到你安尼，你知影我唔甘哦。是我先对不起你啦，我是你的翁婿，但是我却唔捌好啊珍惜你这个家业，甲咱的婚姻。
才不是你的后。是我家己伫心内起一堵壁，无互你入来。咱的婚姻的失败，我会负大部分的责任。我去做着一个无应该做的梦啦，因为追求一个自少年时代早就应该结束的姻缘，所予我的人生来变现。阿芬啊，我对不起你。我知影你一定袂原谅我，但是我嘛是要甲你讲一声，是的。因为你真是变做一个人若是一无所有，失去所有的荣华富贵的外壳以后，颠倒会当清清楚楚看到家己的原形。社会的现实啦，人情的冷暖啦。敢若剩家己一个人，伫遮慢慢体会嘛。有位，无一个人是注定爱孤单一世人。假说你愿意，互碧芬行入你的心肝内，你就袂孤单啊。阮本来个烦恼，刘伟无人照顾，照安尼看起来，阮是加烦恼的。搁较安怎讲，伊是20多年的翁仔某，碧芬伊袂歹管理话。那安尼，阿芬啊，你是已经接受刘伟，准备要接伊转去啊？我无爱转去啦，我对不起阿芬啦，我做过遮尔济伤害伊的代志，我无资格叫伊去原谅我，我嘛无迄个面去倒转去。你听我讲，只要我完全的信任我的翁婿，我不管有量的，什么代志都袂搁再发生啊！李伟，互你互相一个机会，真正共心来做一对人生的伴侣。经过这样一个代志，我知影咱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摆的缘分，咱互相扶持，互相照顾，一直到老。阿芬啊，经过遮尔济代志，我即马才了解，原来上爱我的人，一直拢伫我的身躯边啊！我开遮尔讲啊，我开一直拢看袂清楚。即马看到，嘛也袂慢啊。你话，你敢一定爱安尼？之前今仔日变成安尼，咱嘛有责任吗？之前哦，伊即摆已经完全迷失啦啦。我安尼做，毋是为着要报复啦，是为着要保护咱家己啦。也毋过你安尼做，毋是愈加刺气。咱会好好来考虑啊，好好甲伊讲啊。我看是讲袂行啦。伊对伫我的身躯边遮尔久哦，我对伊真了解啦。为着要报仇哦，啥物代志都做会出来啦。咱即马甲赶出去，无定着哦，伊一无所有了哦，伊颠倒会觉醒啦。伊袂阁继续去伤害着别人啦。姐姐，刘立伟，妈，你若遐尔紧就袂记教训，你若互伊倒转来啦。你听我讲啦，姐姐，过去的代志拢已经过去啊，咱即马自头开始，好无？自头开始，妈，你是受打击伤大，还是读甲歹去啊？人生敢会当重来啊？还佫有，就算讲你会原谅我，我嘛唔甘愿啦。我不爱做个人生，我不爱屈居人下，我免赢，我免赢。芬啊，莫甲即个无人性的精神大只咧加了喙烂啦。陈志坚，你出去！阮老家无欢迎你这个人啦。哎，你哪会使乱你当我的物件啊？你是我上纯情
你哪使乱你当我的物件啊？比沙包安尼遮尔紧张，敢若是阁有啥物袂记食的代志？陈姐，我甲你见过哦，我唔管你咧比沙包，我不准你去随身来咧顾因兜的人哦。哼哼，刘立伟，我是安怎爱听你的？你来我走，啊你我就走嘛。哼，有啥物了不起？子杰，也讲，我即马起来稳断移转，以后莫看我心向手热，这拢是恁逼我的。阿文啊，这会去啦！我这口精神死死伫外口啦，看会较早投体重新做人袂啦。OK， 爸妈，会下饭啊哦。哦，来啊啦！爸，来，你这里哦。阿伯，哇，你都遮澎湃，谁煮的？新人煮的啊。是人煮的啊！啊，今日是什么日子？你竟然家己煮菜啊？我知啦，我知啦，咱啊拢是彭俊华的福气啦。显然你是为着要证明吼，伊不但是有才调，管红菜的心啦，啊，佮有法度吼，佮有红菜的胃。阿伯啊，你又唔对啦，这边我是帮你的福气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爸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来，你家谁嘞？阿伯啊，来许愿啊！爸，跟许愿啊，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。我已经久无过生日啦，早都唔敢想讲会当有啥物款的愿望。爸，你做你许愿，以前欠的，这摆全部拢我补回来。其实啊，我一世人上大的愿望，今摆已经达成啊。会当甲我相爱、厝内边的人做伙，快快乐乐过日子，我已经无啥物遗憾啊。哎呀，爸，今仔日是你的生日呢，应该欢欢喜喜，哪会讲真的啦？来，较欢喜的，先下弯，快紧的。是啊，你唔通辜负囡仔的心意，你着紧许愿啊！有心的阿伯，紧许愿啊！不拿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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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拿剑。明贤，爸，明贤，爸，明贤，阿伯，爸，明贤来呢。人生不息，缘到的时阵会相助，缘尽的时阵注定都要分开。该来的总是会来。你一定要坚强。我无希望看到恁大家无快乐的面。明贤，是啦，你自细汉毋是拢真爱笑。爸爸希望看到你的笑容，我想要永远会记得恁大家的笑容。俊华，阿伯想要拜托你一件代志。阿伯，你讲，我在分蜡烛的时阵，你爱我下一个心愿。我的心愿就是看到你得到幸福，你敢愿意向我保证，一世人保护伊，予伊幸福？我劝你。阿伯，你说你也同意？
我想要马上娶新兰做某。也毋过阮需要你的祝福，也阁有感动。多谢你。有水吧？就水啊！答应我，你毋但爱做一个上水的新娘，嘛爱做上幸福的新娘。俊华，毋知影是安怎，我的心情足复杂的。我感觉有淡薄仔悲伤。唔知影爸爷我都懂啊，心情当然会无。你莫安尼郁郁寡欢呐，大家还较振作的啊！啊，我新兰马上就要结婚啊！新兰，敢讲你无想要结婚？哪有啊？只是我想袂到，会是这种的情形啊！我感觉安尼袂歹啊，会当完成家己上敬重长辈的心愿，为当甲心爱的人斗阵一世人，无人的婚礼比阮更较有意义啊！讲了真好，婚礼是需要祝福的，尤其这么危机的婚礼，阮要来当无来参加咧。嘉文、明姿，你哪会来？新兰，阮一个接到俊华的通知，机票买就随赶回来啊。对啦，阿伯袂要紧吼。听讲阿伯病情一直在恶化，所以新兰找伊的心情才会。大家较振作的嘛，既然有心，就要甲代志做个上好啊。是啊，新兰，敢讲你无希望恁爸爸看到你做一个上水、上幸福的新娘啊？我想，这是一个做爸爸一世人上大的骄傲，也甲心愿。对啊，新兰，较欢喜的啊。为了爸爸，我一定要做一个全世界上幸福、上欢喜的新娘。我以你为荣。阿芬啊，阿芬啊，安怎啦？我在遮，什么代志？你知影新兰人即摆可能伫倒位无？应该吼是咧无因结婚的代志啦。我听讲明贤的状况毋是真好，希望新兰会当较早嫁予俊华，好完成明贤的心愿啦。会啦，我恐惊新兰即摆有危险呢。那是安怎啦？啊，新兰有啥物危险？啊，你讲话哪无头无尾啦？对啦，你看卖啦，我伫之间的房间找到的啦。啊，你摕这八卦杂志，我看要创啊？有啦，你甲看较详细啦。这本杂志吼，互加甲哩哩啦啦啦，啊内底有几个字去互加无去啦。自从志坚哦，互我付出去了后，我愈想愈唔对呢。志坚伊即摆规个人吼变甲无花无目屎啦。我恐惊伊无可能遮尔简单就放手，伊一定佫会变鬼变怪咧。这杂志会你去互加起来，甲新兰有危险有啥物关系？我真无简单吼，才甲这互加起来的时吼摇出来，啊甲倒倒写落来。你甲看，我写出来变做啥话？下午准备150万美金来处理新兰，不忍收尸。我看一定是志坚哦，伊即摆已经走投无路啊啦，伊绑架新兰啦，要甲博山人勒索啦。那你是要安怎？我看吼，你赶紧联络吼新兰伊迄边啦，甲伊见过啦。啊，我随去志坚伊可能出来几个所在去找看卖啦，看是毋是会府甲主动啦，叫伊莫做戆代志啦。你还要说你安尼？我知啦。嘉文，感谢恁专工赶回来，小等下我来请恁食饭，好不？你哪了解我这客气啦？你甲新兰的婚礼，就算无放跳互我，我嘛都要奉老夫人命令来送礼啊！你若袂记哦，你是老夫人唯一的宝贝外孙哦。哎呀，奇怪，最近这么久，咱拢还袂落来，较有耐心的啦。
查某人打扮总是较麻烦啊，比查甫人费气多啊。哇，这方面你足内行的哦。超级水耶！诶，新人呢？伊还搁咧换衫啦，那穿新衣礼服本来就较麻烦啊。对啊，对啦，俊华，我想吼，你也是趁新兰咧换衫的时阵，先甲翕相的时间定落来啦。哦，有影哦，有你吼，我咱先来去啊，行。行啦。什么？多谢你。哎，什么时阵轮到咱啊？这够多啊！我来给新人看一下。哦。啊。新人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新人给我绑架了。像遐尔要求啊！结婚的前夕就新娘掠去。除了陈志杰，还有乡下变态。你哪个徛伫遮创啥？叫新人吃啊！好，我就来吊下手，就算我将台北市规个拢变起来，我嘛要将迄个陈志杰给掠出来。请莫着急，俊华，你人生安怎？要报警是无？我即马嘛是良心无主啊，拢怪我唔好，我应该甲新人顾好调。要若无，嘛袂发生这个代志。俊华哥，好啊！即马讲啥物拢无效啊！上紧重要就是把阮这救出来。天俊，行！我想派到的目的应该伫赎金。伫咱还未付赎金之前，新人应该袂有危险。咱即马应该讨论的是，敢甲警方合作。上怎对方来，我唔敲电话来。上少我知影讲新人是安全的啊。哎，我来这，来。喂，金兰伫我手头。陈志健，不准你伤害新兰，无论你开什么条件，我拢答应你，哈？我想应该嘛是啊。你遐尔爱新兰，当然嘛唔敢摕伊的命来冒险。无安尼啦，我予你2点钟，2点钟内用150万美金来赎新兰。那赎人的地点甲时间，我会敲电通知你，就安尼啦。喂，哎呀，陈志健到底讲啥？伊甲我讲，爱咱伫2点钟内面，欠150万的美金给伊。啊！好，那你先拿钱，请我坐这个讲。无山，咱两间公司做伙调看卖。我来开门。阿姨，你哪来？我是来通知，自己好长就绑架新人啊！你刘叔已经开车去撩伊啊啦！刘叔叔敢问你表伊的车？我唔知啊！哎呀，不过我听你电话中讲什么卢竹的海边啊！天俊，行，我上车来去。我慢慢去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我慢慢去。中华，文生，名字，替我欠钱，还阁报警，伊咱的私底下解决是袂用的。还阁会记得这个奖杯无？一年的热天，你、我、助理还阁有客气。环境袂歹啊，就是这啦。哎，来，紧的啦，紧。哎，志健，
你不是讲你找到一个特别的时光胶囊？对啊，无唔对啊，要毋过我摕出来，你唔通去惊着哦。锵锵锵锵！咱将家己的愿望，拢藏在这奖杯内底。讲好60年的某一天，咱才斗阵拍开，看咱家己的愿望拢实现啊袂？结果今晚20年还未到，就人事已非。长官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我刘克谦，今日伫遮下愿，希望伫未来，我会当甲爸爸的公司发扬光大，变做世界上界有名的建筑公司。克真希望变成一个真成功的建筑师。亲爱的上帝啊，我是苏玲，我真是就想要做空姐。你唔通误会哦，我唔是为着钱，我是想要趁少年的时阵，加去几个所在耍。上帝啊，你敢够会用加予我一个愿望？我希望我会用得到上赞的爱情。苏玲希望变成一个空姐，而且还有一段真甜蜜的爱情。啊你呢？我是李心兰，我的愿望无大，我敢若希望会当有一个足赞的婚姻甲家庭，就亲像我的爸爸妈妈同款，过着平安快乐的日子。无得靠，这个愿望实在无算小，因为我要伫的是一生的幸福呢。你希望有一个父慈母爱美满家庭。你敢有想要知影我的愿望是啥物？你即马甲我讲这是要创啥？你已经不是以前迄个单纯、正直的陈志坚啊！你感觉咱敢够用个做朋友？是。即摆连朋友都唔是，你足残忍。我残忍，也你咧，是你亲手毁掉苏玲的梦想甲人生。你想讲我愿意啊？你想讲我袂自责？苏玲死了后，你想讲我会真安心？好我，电话好我。是安怎？我是真公公建立的一切，不一定毁掉你的手头。真正救我！你莫困难啊！你在讲啥物？阿姨救我！苏玲，苏玲，真正救我！苏玲，不用的，我不会丢电话给你。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是真公公建立的一切，不能毁掉你的手头。伊的身影，时时刻刻拢印在我的头壳内。我一直指责我家己，我一直问我家己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安怎我你做下做，你还是不爱我？是安怎？我到底是做唔到啥物？你是安怎要对待我？苏玲，你现在一定要安尼变我，是安怎？我知影我对不起苏玲，也不过我无法度，我身不由己。你一直讲我无，也不过你唔知代志的真相。你一直讲我唔对，也不过你无徛在我立场替我想。我对你的生命，你从来唔捌管过。刘立伟，你这个阴魂不散，想要跟我拼是无？好啊！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
刘立伟，你这阴魂不散，想我跟我拼笑，好不？阿姐，阿姐，刘立伟，陈水莲，姐姐，你把你心中的看完，姐姐。君华，君华，你别过来！较冷静。这，你无代志吼？陈志杰，钱已经替你传好啊，你紧啊，请人放走。你想我钱对我来讲真重要是无？有啥物代志，咱两个好好商量啊，只要你放心人走，啊？我讲我要记的，根本无通参详。陈志杰，今日我拿这放开，伊来无我。不，陈志杰，只要你放心人走，我愿意取消我甲新人的婚礼，安尼好不？姐姐，我无可能会爱你，我一世人拢袂爱你，你莫阁小想啊！哦，你敢我相信这个骗子，嘛无愿意爱我，我对你的一片真心。张俊华，你去报警！你去报警！我无啊！要讲无，张俊华，我总算知影你是安怎爱新人的。有影毋是阮报警的啦！要讲毋是？陈志贤，咱即马还袂发生啥物代志，你赶紧劝啦，放心人走，代志阁会补救的，好不？志贤，你是咧起笑药啦？唔通跟咱这边不无啦？你若即马源头无定，就搁用啦。对，我是起笑啊！既然我今日行到这个地步，拢是你。李国山，还有你，张俊华，刘立伟，你害我什么拢无啊？害我一世人。张俊华，我得袂到爱情，你慢慢想要得到。陈志，慢落来。起来！你无来情况。啊！快点走！快点走！醒来，我无你，我爱根本一点仔意思都无。我一直爱你。你原谅我，我原谅你，我原谅你。
我甲心兰交予你啊。青春亲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爱甲心肝底依背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猜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。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藏着淡薄开腔，因为我知影，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。淡着淡薄感慨，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亲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雨
总是予人凄迷，爱甲心肝